喺呢個世界上，有啲地方天生就係為咗收割而存在嘅。你以為你入去呢係搏緊個未來，其實喺莊家眼中，你只係一嚿入咗鑊嘅魚肉，一場精密布氏遊戲入面嘅養分呢。澳門、拉斯維加斯、雲頂呢啲名聽落去金碧輝煌、漢中，但燈火背後係無數人傾家蕩產嘅。你識好多人問過我，點解賭場永遠唔驚你贏啊？點解明明有人贏咗幾百萬限中，最後偏偏要輸翻幾千萬走？係咪真係有鬼？定係有啲你睇唔見嘅陣？今日我哋唔單止要拆解馬來西亞雲頂集團創始人林梧桐點樣喺一片荒山野嶺布下老虎地風水局，仲要由生理學同心理學嘅角度話俾你聽，賭場係點樣利用你大腦入面嘅多巴胺看中嘅親手，將你變成一個鐵頭鐵尾嘅爛賭鬼咧。聽完呢段故事，你可能會出一身冷汗，因為你會發現漢中你引以為傲嘅自控力喺呢套精密嘅吸金系統面前脆弱得好似一張紙。我哋先講講雲頂。1937年，林梧桐只係帶住少少錢下南洋，邊個估得到70年後佢會建立一個超過220億美金嘅商業帝國？漢中雲頂嘅成功，除咗林梧桐嘅膽識，最令外界津津樂道嘅就係嗰套令人聞風喪膽嘅風水陣漢中傳聞。當初林梧桐52歲嗰年，事要遇到樽嘅，佢請咗一位頂級風水大師上山。風水師行入呢片原始森林，臉色瞬間變晒。佢同林梧桐講：林生，呢度係千載難逢嘅老虎地，老虎生性賀猛，係要食人嘅。如果咧用嚟做普通生意，一定會招災。但如果咧你喺虎頭上面開賭場，利用老虎嘅惡猛去食八方客財，絕對會生財有道。林梧桐聽完，孤注一擲，押上全副身家買落呢座山。當時全世界都覺得佢瘋咗漢中，但佢竟然奇蹟般攞到馬來西亞唯一一張賭牌。由嗰一刻開始，一場持續半個世紀嘅佈置正式開始。要入雲頂漢中，你一定要坐嗰條全東南亞最長嘅松車。好多遊客覺得坐松車睇風景好正，但在風水師眼中，呢個係第一層殺招。近車全長3.2公里，升到海平面2000米。風水學講究依山靠水，更講究根基。當你坐喺臨車升上半空嗰陣，你處於一個虛浮嘅狀態，腳唔踏地，氣場飄忽。喺呢種狀態下，賭客嘅運勢已經喺無形中被削弱。成日漢中莊家就係要你未入門先失根。當你落靈車行向賭場，路邊種滿晒芭蕉樹，普通人覺得呢啲係熱帶風景，但招字扭陰招，對莊家係招財進寶，對鬥客就係中招。再睇下周圍嗰啲原住民雕像，佢哋手上嘅箭嘴武器冇一例外，全部指向入場嘅方向。呢啲殺氣直衝，遊客未入賭場，你嘅氣勢已經輸咗一半。進入賭場內部，風水陣就更加陰毒。雲頂底場嘅外形呢，其實係一隻張開雙翼嘅吸血蝙蝠，佢張開雙臂歡迎你漢中，實則係要吸乾你嘅財富。而賭場核心區域佈局喺7樓，點解係7樓？因為數字7嘅形狀，
好似一個道士咧，是經常限鐘。當你踏入7樓，呢個無形嘅梯就遞住你個荷包，一點點將你嘅錢勾出嚟，直到你一無所有。最經典嘅莫過於溫水煮青蛙嘅鑊底陣。如果你抬頭望賭場嘅天花板，你會發現佢係一個巨大嘅拱圓形漢鐘，好似一個倒扣嘅鑊蓋。而賭場嘅廚房偏偏設喺酒場下面。呢個佈局嘅意思係地下火正旺，上面煮魚肉輕鐘。每一個鬥客其實都係鑊入面嘅魚，莊家日夜不停咁燒。你喺樓上迷迷糊糊咁讀，直到你鐵底被煮熟被吞噬。你以為你係喺度贏錢，其實你只係莊家個化糞池。彩雲閣旁邊嘅事物漢鐘，傳聞彩雲閣係用嚟儲存雲頂所有負面能量同怨氣嘅地方，陰氣極重。刀場之所以屹立不倒，就成日要看鐘，就係因為佢有一套完整嘅系統，將財氣吸入，將霉氣排走。講完風水，我哋講下人。風水係外因，人心係內因。澳門無數次，我去過澳門無數次，見過太多所謂嘅爛祭鬼。其實贏錢嘅人樣貌個個唔同，但輸到爛嘅人個個都係差唔多看鐘嘅。贏錢嘅人知道幾時走，輸到爛嘅人永遠覺得下一鋪係翻身嘅機會。我總結過爛做鬼嘅10大特徵，看鐘你可以對照一下，你身邊有冇呢種人？首先係神情極度緊張，佢哋坐喺度，身體會不由自主咁抽動嘅，搓鼻子、捽耳仔、對手震，呢個叫心理性焦慮空體化。大腦嘅壓力已經大到身體承受唔住，然後係不停催促派牌。看鐘佢哋會不停催荷官快啲啦，磨乜嘢啊？點解？因為佢哋驚理智一旦回歸就會後悔。看鐘所以要用速度去麻痹大腦，唔俾理智有時間翻嚟。佢哋嘅眼神亦都好極端，要麼飄忽不定喺度揾邊張台王看鐘，要麼死盯住路子，好似想喺隨機嘅牌局入面揾到規律。佢哋仲有一種迷信性條件反射，會着同一套衫，坐同一張位，明明連輸10鋪，佢仲覺得係因為今日冇帶嗰個樹熊公仔。呢種係大腦喺失控環境下看鐘強行製造嘅掌控感假象。輸咗錢之後，佢哋一定會外部歸因，話係隔壁阿叔咳嗽累事，或者係荷官個樣唔好看鐘嘅，永遠唔會承認係數學概率嘅問題。更可怕嘅係選擇性記憶，贏咗1000蚊可以講足1年。看鐘輸咗10萬蚊，佢會話輸少少啫。大腦會自動美化記憶，令佢覺得自己總體仲係贏緊。你仲會見到佢哋自言自語，看鐘不停喺度計緊14、16、18，大佬處理唔切，決策壓力要靠語言輔助，其實完全冇用。看鐘當佢哋進入生理黑入嘅狀態，滿臉油光，雙眼充血，皮質醇持續分泌，已經將身體透支到極限，但佢哋依然唔肯走。看鐘最後就係依賴成燃品煙特定飲料紅牛，呢啲係佢哋嘅續命3件寶，仲有對風水嘅偏執。入場前先去拜拜。點解一個原本好聰明好成功嘅生意人一入底場就會變咗另一個人？答案喺你嘅大腦入面。底場嘅設計其實係一場頂級嘅神經科學戰爭。第一，賭場冇槍冇鐘，
佢要逼奪你嘅時空感。當你唔知幾點看中，當你處於燶溫高含氧量嘅環境下，你嘅大腦會處於長期嘅亢奮狀態。第二，香薰嘅秘密看周詳，會噴爛一種特殊配方嘅香薰，呢種味道可以激發人嘅虛幻豪情，令你風險控制嘅防線徹底崩潰。第三，貨幣代幣化，點解要用籌碼？因為當你將一沓現金換成一堆塑料片嗰陣，喺你大腦眼中呢啲唔係錢，係道具。看中輸掉10個籌碼嘅痛苦感，遠遠細過輸掉1萬蚊現金。最致命嘅係多巴胺，贏錢嗰一瞬間，大腦釋放嘅多巴胺濃度同吸毒幾乎一模一樣。你以為你係想贏錢買車買樓？唔係，看中。你大腦只係想要嗰一刻嘅爽快感，而且大腦會有耐受性。下一次要達到同樣嘅爽度，你需要加大注碼，增加風險。賭場根本唔怕你贏錢咧，佢甚至歡迎你贏錢，因為佢知道只要你仲喺個場入面，是經常看中嘅。只要你體驗過嗰種多巴胺爆發嘅快感，你遲早會將贏翻嚟嘅錢連本帶利還翻俾佢。我哋再翻去講雲頂，大家去雲頂一定見過側邊嗰座好似爛尾樓咁嘅彩雲閣，好多遊客問點解喺寸金尺土嘅雲頂經常看中，會容許一座咁恐怖外牆發黑嘅建築存在？點解唔拆咗佢或者翻新佢？有風水大師指出，看中彩雲閣其實係成個雲頂嘅細排泄口，道場係一個極度貪婪嘅地方，佢吸納八方財氣嘅同時，旋看中，亦會計埋無數盜客輸錢後嘅怨氣、遷怒同絕望。呢啲負能量如果積聚喺帝場內部，會導致火災或者崩潰咧。所以看中道場咧，需要一個地方去取存呢啲怨氣。彩雲閣就係呢個化鬆池，嗰度常年陰風陣陣，靈異事件層出不窮，其實都係帝場風水局嘅一部分。莊家要保證帝場內部嘅乾淨，就必須將所有污糟嘢排去外面。所以看中每一個行入雲頂嘅人，其實都係喺一個精密嘅平衡入面行走。莊家係守門人，老虎地係捕資者，而你看中咧，只係源源不斷供應嘅養分咧。講到呢度，你仲覺得自己可以靠看路、靠策略贏到莊家咩？看中道場嘅每一寸地咧，每一紮燈，每一個荷官嘅手勢，背後都有成百上千個數學家、心理學家同風水師喺度計緊你。雲頂嘅籠車讓你失根，吸血蝙蝠陣讓你失財，鑊底陣讓你失去警覺。而澳門賭場嘅多巴胺陷阱看中，更係直接刻入你嘅生物系統，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林伍同嘅傳奇係建立喺無數盜客嘅血汗錢之上，是經常看中。賭王嘅神話係建立喺人性弱點嘅廢墟之上。有個關於孕婦嘅講法，老一輩會告說後生孕婦千萬唔好去賭場看中，因為胎兒喺母體入面擁有最純淨嘅先天之氣，而租場係一個巨大嘅殺氣場，一旦受損，輕則流產，重則影響上細路。中嘅呢個講法，細路一世。呢個講法雖然圓，但背後嘅邏輯好簡單，弱者入去注定被吞噬。看中嘅。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賭場唔係驚你贏，
鬥場係驚你知時該走，但偏偏漢中絕大多數人喺多巴胺嘅衝擊下係冇辦法知時嘅。風水局破得到，數學概率避得到，但你內心嘅氹欲漢中，邊個救得到？睇清楚呢啲風水玄機，睇通呢啲心理陷阱，你會發現呢，刀場根本唔需要鬼神，因為最可怕嘅鬼漢中就係你心入面嗰份想不勞而獲嘅執念啊！贏錢係過程輸清，係結局十朵九輸，回頭是岸。希望今日呢段分享漢中能勾起你一分清醒，少一份迷信。如果你身邊仲有沉迷賭博嘅朋友，轉發呢段內容俾佢睇。賭場嘅燈光再亮，驚漢中都照唔亮賭徒嘅未來。好多人覺得自己只係去玩下，唔會上癮呢。但你要知道，成日漢中大腦嘅重塑係喺不知不覺中發生嘅。當你第一次贏錢，嗰種極度興奮嘅感覺會被大腦深深記住，是經常漢中。以後就算你輸咗9次，只要第10次贏翻少少，大腦就會覺得睇下我又有機會啦。呢個就係間歇性強化漢中，係世界上最強大嘅乘鹽機制。你以為你係喺度同莊家博弈，其實你係喺度同自己進化咗幾百萬年嘅生物本能對抗漢中嘅。人係贏唔過本能嘅，所以唯一贏莊家嘅方法就係唔好開始。如果你已經喺呢個泥潭入面，請你停一停，漢中諗一諗，你輸咗嘅唔單止係錢，仲有你有同家人嘅信任呢，你嘅時間同埋你對生活嘅感知力。而經常漢中就場入面嗰啲無時無刻唔喺度計緊你嘅風水陣，其實都係利用你嘅貪念。當你冇咗嗰份貪念，呢啲陣就對你無效。漢中林梧桐喺荒山野嶺開拓出雲頂，靠嘅係遠見同汗水，而唔係喺賭仔上面搏翻嚟嘅。真正嘅商業神話，漢中永遠係創造價值，而唔係掠奪財富嘅。睇完呢啲隱藏喺奢華裝修下面嘅秘密，下次當你再行近刀場門口，是經常漢中見到嗰啲蝙蝠外牆，聞到嗰啲曖昧嘅香薰，諗翻起嗰條足不沾地嘅松車，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嗰種無形嘅寒意。漢中嘅呢啲寒意唔係鬼神帶嚟嘅，而係人類設計出嚟最極致嘅收割陷阱。保持清醒係生存落去嘅唯一籌碼。局驚魂，漢中嘅到呢度告一段落，但願每個人都能揾翻屬於自己真正嘅根基，唔好再做莊家鑊入面嗰條待宰嘅魚。漢中，多謝大家聽我講咁耐，希望呢啲說話真係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呢。